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祝贺喜马偕尔邦新任首席部长；藏人行政中央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3周年暨国际人权日；外交与新闻部在国际人权日发布声明。驻日内瓦代表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强调慈悲文化。加拿大议会通过动议赞同中间道路政策。法国参议院纪念西藏儿童抵达法国60周年。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会见捷克大使。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拜访慈济慈善基金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印度国民大会的成员萨克文德辛格素库先生在近期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新一任的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于上周日12月11号相续致函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赞扬和感谢喜马偕尔邦各界人士对他和流亡藏人保持的友谊和热情款待，并祝愿新任首席部长在实现该邦人民的愿望方面取得圆满成功。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也致函新当选的首席部长，向他表达祝贺，并感谢该邦人民和政府长期以来的款待和支持。与此同时，在上周六12月10号第74届世界人权日，即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3周年纪念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和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者在各地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在大乘法院举办了隆重的官方庆祝活动。首席嘉宾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加扬次仁郎杰先生，特邀嘉宾印度国会议员、印度国会西藏论坛召集人苏吉特库马尔先生，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执行主席扎西加松先生，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及数千名民众出席了庆祝活动。出席活动的印度嘉宾在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祝贺及钦佩的同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司政边巴次仁在活动上发表嘎夏的讲话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的和平信息对战争和冲突盛行的21世纪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发表讲话时提醒人们，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世界各地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关注和理解有所提高。司政和副议长还在讲话中谴责中国政府对境内藏人持续展开的镇压政策，并列举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各地大规模采集藏人的基因样本，并大规模开设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强行招募藏人儿童进行汉化教育，以及执行臭名昭著的清零政策。在结束庆祝活动后，西藏人民议会为出席活动的嘉宾举办了一场欢迎午宴。当天，司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出席了由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举办的第26届喜马拉雅文化节。此外，在巴西圣保罗帕拉斯雅典娜研究所的共同创始人兼主任利亚迪斯金教授和巴西西藏之家主席艾丽莎扎科扎博士，当天在庆祝活动上为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非凡人生儿童读物进行了首发揭幕。与此同时，居住在日本东京的藏人也与当地的非政府团体一道，参加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图书馆举行的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74周年和平集会活动。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也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和平集会，并在发言时谈到了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他指出，国际社会的持续沉默导致一个国家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当天，坎佩拉藏人社区和澳大利亚的支持西藏人士也举行了从当地的加雷马广场到中国大使馆的抗议游行活动。同样，新西兰奥克兰藏人社区与藏中友好协会和西藏之友也于当天在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在台湾，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3周年纪念活动，暨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岁末感恩参会。藏人行政中央前宗教部长格尔登仁波切和多名台湾政要以及数百名僧俗信众出席活动，而包括台湾公民社会、各人权团体、国际人权组织、代表西藏、香港、维吾尔的各团体也于当天共同举办了集会活动，呼吁全球各国串联民主同盟，一起拒绝中国的跨境镇压。此外，为了纪念第74个国际人权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12月10号当天发布新闻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管理不善的清零政策危及境内藏人的生命安全，以及中国强制收集境内藏人的基因样本，以旨在消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而设立庞大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等严重侵犯境内藏人人权行为。声明还指出，由于中国政府继续逮捕和判刑因行使基本权利的藏人，为了突出藏人政治犯的遭遇，外交与新闻部将每周介绍一名藏人政治犯，希望通过对藏人政治犯的介绍活动，能够提醒中国政府兑现其国际人权义务，并结束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与全球各大宗教团体的代表于上周五12月9号出席了意大利人权组织、人权与宽容协会等团体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人权促进和平文化为题的会议。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会议上致辞时强调，因为人们都渴望幸福，远离痛苦，因此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与和平信息对于80亿人类保持一体性而言非常重要。另外，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本周三12月14号一致通过了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基尼斯先生提出的一项动议，赞同西藏人民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并支持恢复西藏代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在众议院宣布支持该动议的决定后，加内特·吉尼斯先生在其推特上发表声明指出，加拿大议会刚刚一致通过我的动议，赞同以中间道路政策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感谢藏人社区的领导和倡导。该动议呼吁加拿大国会就西藏的未来表达明确的态度，承认西藏人民的代表以藏汉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使西藏人民获得真正自治的权利。此外，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杰奎里·尤斯塔什参议员于近日在巴黎美第奇礼堂组织了一场活动，纪念20名西藏儿童抵达法国60周年。这次活动将其中的11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纪念法国与西藏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征庚康女士在活动上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信函法语译文。尊者在信函中对抚养20名藏人的法国家庭表达了感谢。多名法国现任和前任参议员、记者以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法国藏人社区的代表等出席了纪念活动。另外，应捷克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梁杰曲如博士在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的陪同下，于12月8号出席了在捷克大使馆举办的年度密特朗早餐会。
代表郎杰曲珠博士感谢捷克大使的邀请，并回顾了捷克和西藏通过前几任驻华盛顿大使建立的友谊。来自欧盟驻美国的代表，以及缅甸、古巴、委内瑞拉和西藏人权活动家等出席了早餐会。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于本周三12月14号上午，在秘书长米久玉珍女士和佛法导师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台北新店区拜访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始人释正言法师。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互动中，释正言法师向代表格藏坚参先生介绍了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内在价值观的举措，并回顾了2001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北时觐见尊者的经历。他还在询问了尊者的健康状况后，向尊者传达了良好的祝愿。代表格藏坚参先生则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及相关书籍，以及驻台办事处的工作运转情况，同时希望双方在未来积极展开合作。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